Hello，大家好，我係來自德國嘅潘榮林。你哋有冇一個電影每次開始睇一定要睇完呢？你哋喺評論區講俾我知下。對我嚟話就係葉問一同埋葉問二。點解呢？因為第一，我啱啱開始到中國嘅原因就係學功夫。咩功夫呢？就係詠春拳。第二，我覺得睇嗰啲廣東話版本就可以學廣東話，去練習我嘅廣東話。而且我覺得嗰啲電影呢好好睇，佢嘅動作，佢嘅故事，佢嘅節奏都好吸引。所以對我嚟話就係每次開始睇葉問一同埋葉問二必須睇完。你哋嘅電影係咩人呢？你哋喺評論區講俾我知。OK，下次見，拜拜。